传道书第12章，就伫少年的时纪念创造你的主，伫年老痛苦的日还未到，就是你所讲我无快乐的年还未来以前，伫日甲光、月甲星还未变暗，雨落了乌云还未过来以前，迄时故厝的人皮皮喘，有力的查甫人翘久，话无的查某人减少煞停工，对窗仔伫看的妇人人目睭烟黄，窗过路的大门关着，话无的声愈细声，鸟仔伫吼的声强要听无，查某囡仔唱歌的声得要点起，人惊爬悬，惊路年危险，毋敢出门。杏树开花，草莓肥甲袂跳，药前衰退。人返去永远的厝，规定送葬的人伫街路哪行哪吼。伫云帘仔还未断，金碗还未破，水泉边的水盘还未损坏，像古井水的车轮还未歹去，土粉归花大地，灵魂倒转去死活命的上帝遐以前，着纪念创造你的主。传道者讲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结论：传道者毋但有智慧，佮继续对民众传授知识，伊佮静静听、查考，照处事编排真侪箴言。传道者专心找激励人的话，正确记录真理的话，智慧的人的话亲像刺棍，编辑者的话亲像顶条条的钉仔，拢是对同一个牧者来的。我的囝啊，还有一项，你得受劝诫：拄册多无恭敬，册读多身躯为野善。这事你拢已经听了，结尾来讲，着敬畏上帝，谨慎守伊的诫命，这是做人应尽的本分。人所做的代志，甲一切秘密的事，无论好还是歹，上帝拢要审判。